不好的话，你不要怪我。好热呀！你怎么不穿衣服啊？谁洗澡会穿衣服啊？你去赶紧找衣服穿上。流氓行为。你说谁是流氓？说的就是你，臭流氓。贺锦熙，我告诉你啊，以前我就是太惯着，今天我让你知道什么是流氓。本少爷给你看样好东西。耶！我穿着裤子呢。嗯。真无聊。你说谁无聊？说的就是你无聊。哦，是吗？那本少爷跟你好好聊聊好不好？我来啦！怎么了？哎呀，我说你们这俩孩子干什么呢？动静搞这么大！奶奶，我跟你说，这个是小野。好了，不用解释了。奶奶是过来人，你们是新婚，奶奶理解。不是，奶奶，我跟你说，不是你想象中那个样子。知道。不是，奶奶，以后啊，动静别搞这么大啊！这么多的人，怎么无所顾忌呢？好，我知道了。注意点啊！好了，快，都回去。奶奶。少爷，以后请把门锁上啊！都是你，把奶奶都招来了。这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明明就是你弄的嘛！你以为我对你有意思？我是逗你玩的。我对你也没意思。哼。这。老夫人，这是什么呀？放在花盆里的陶土粒儿，我们的人在少夫人出事的楼梯上找到的，有人把它撒在楼梯上，所以才让少夫人脚下一滑摔了下去。我就知道，锦溪摔下去啊，没那么简单。这个捣鬼的人是谁啊？查出来没有啊？我查看了监控录像。那个时间段经过楼道口的，除了少爷和少爷的秘书陆安安之外，只有一个人。谁呀？南宫琉璃。南宫琉璃？